OK。这个是我刚刚买回来的防弹。OK。然后这个是染色布。然后我们对，看有变化。好像有一点浅的那个颜色，好像有一点浅。是咯。哦，真的是哦。哦。哎，是咯，好像变了。还是别的汽水也是一样，这样子很多汽水都是有这个。这个不是我们洗衣服哦，放下去，它就是不要给那个衣服染颜色的。哇，真的是哦，你看。是咯，变成白色了。还是别的牌子也是一样的。应该是吧。哦哦。是咯，变成白色了。哇，哎，我弄出来就是白色来，对，我弄出来就是白色的水。就是变成那个布 orange 色了。是吗？这个不是染颜色的布来的。哇，真的是哦。